翻版千與收復溝女王，全同崔建邦閃婚啊！女大18變，估唔到呢個妹妹而家介紹你識啦，佢叫 Kelly， 又叫翻版吳千語，芳齡22歲，嚟自廣州，職業係model。嚟香港發展2年幾，拍過唔少廣告，係 Mandy Liu 師妹。啦，知你起痰噶啦。不過有傳人哋名花友崔建邦月前婚都結埋噶啦，佢哋個愛情故事快過搭穿梭機。大半年前一撻即着，拍拖2個月就喺邦邦飛鵝山屋企開始同居。知名度唔高嘅 Kelly 仲擔心影響男友事業，成日匿喺屋企玩煮飯仔 ，sweet 到喺社交平台漏晒出嚟。我爸爸是我一生的男神，如今我竟遇到第一個可以像我爸爸對我一樣好、一樣愛的人。我哋尋日向當事人求證過 ，Kelly 經理人就話知佢哋係朋友，不過 Kelly 啱啱簽咗新約，而家仲清明緊，同邦邦一樣否認婚訊啊！唔使失望住，邦邦個 friend 高君賢有料爆啊！佢話上個月喺私人飯局度見到啲嘢啊！應該記得係就係個 Kelly 咯，我記得嗰晚就個女仔都幾飲得下咯，都幾保護阿 Migo 嘅。出邊幫個電話跌咗落地下，之後佢要出去食下飯，要出去買電話咯。如果個女仔都跟埋出去，所以都 OK 嘅。如果佢結婚，咁恭喜佢咯。如果識食溝女王，終於肯定勝啦喎！一班舊愛應該都戥佢開心啦〜